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伫超过17万的志工甲国军的协助，花莲光复乡要摒18全部摒扫清气，7间高中小赶紧的消毒，明仔载要开始上课。美国战争研究所指出，9月有中国渔船伫台湾专属的经济海域加做罗西亚军舰发出信号，目的是要看台湾的反应。喜马拉雅山区连续3日落大水后，尼泊尔做大水，各水防山已经有造成47个人不幸过亡。今仔中秋节连假的落尾一日咯，咱来看花莲佮继续在救灾，要摒10月18会当来摒扫清气，水沟啊嘛清好。中央前线协调所总协调官纪念成是表示讲，所有进到灾区的机械工具会统一交予环境部来调度，清水沟车若无够，卖请厂商来协助。10月初到中秋节即天，花莲光复灾区的灾后复原工作依然继续在进行。中央前进协调所指出，目前上要紧的工作就是清水沟，为了彻底解决排水的问题，避免淹水。打算10月18进前要全面完成清水沟的任务，由国土署专权处理。环境部会调全国的清沟车，嘛用聘请的方式请清沟车来到灾区斗3天。另外，居民若是要修理厝体，建筑工会也来协助安全鉴定。所有的住家开始要做一些修缮，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会请建筑工会从今天开始，建筑工会会协助安全鉴定。那也请这个居民们，如果你的房屋要立刻修缮的，先做安全鉴定的房屋的居住的可行度和安全度。总协调官季连成嘛表示，水电和通讯的供应拢已经完成，敢若剩种数也有供水的问题。中央前进协调所有成立水电服务平台，民众有需求拢通来申请服务。另外，花莲县府嘛表示，灾区的光复国中、大镇国小和光复国小，自初7全面恢复实体上课，也毋过光复上工，因为部分也有安全的问题，先采用线顶上课，打算10月13来恢复实体上课。10月7号开始，花莲县内的一个国中小学全面恢复上课，包括大靖国小还有我们的光复国小，小朋友们都是在原校来复课。嘛，因为目前伫咧大镇国小也有收容灾民，为着兼顾灾民的安宁，也有学生的安全，学校有甲学生和灾民分区管理。总协调官季连成嘛呼吁志工唔通入去到学校，表示会请县府的警察伫咧校门口管制，让学生会当安心上课。记者卢尚珠、王兴忠综合报道。花甲山洪台哦，马太安溪一出来造成真严重的灾情，民众即马是真烦恼，讲光复溪的支流、嘉龙溪的这图真高咯，溪水即马嘛已经超出半环，附近哦即马个蹲真侪灾区青菜的土石啊，那又搁落大雨，恐惊会搁造成灾害。几片的溪坡有真侪石头甲草啊，这是花莲光复溪的支流嘉龙溪，甲上尾段会甲马太安溪做伙汇流做花莲溪。不过最近别若拄着风台或者是落大雨，都会规个走进去。24号的早上大约7点半，那嘉龙溪就是已经溢流过来了，然后就从这个地方流到村子里面去。外面是花甲山风台来落大水雨，规个车路已经变作是溪流共款。原本应该是嘉龙溪会当到小头雨水，不过因为嘉龙溪的溪坡已经完全比爆发较悬，所以水完全无法度下出去。记者现在所在位置呢，原本是一般的农耕地，如今在台风之后呢，地上堆满了碎石子。当地居民反映，就是从一旁的嘉农溪破堤后冲刷而来。即马居民爱面对的问题更较复杂，因为为光复市区清出来的烂土废弃物，有一部分都放伫大桥线边，若搁做大水，大量的土石就会搁冲入去庄仔头。底下水啊来，当然是怕啊，是大家要生命对吧？村民不是我一户尔，我这落去头一户来了个大进，那种规片呢。这个堤防一定要重修，再来就是一定要清疏，这个东西没有拿走。这堤防再怎么做都没有用啊！车头水利署有调2台重机具，按算要先甲溪坡挖2米深。不过居民认为讲，若真正拄到大雨，根本就无依法。我们已经掌握了，那昨天已经进场，我们会在1周内把河道内的一个土沙堆置的状况做一个整理，没有问题。另外，目前还有真侪土石定伫咧花莲无共所在。初五花莲县长徐正伟嘛甲总统反映。讲不足街东边600万立方公尺的土石需要清理，后续解决的方法，居民大概是拢鸟鸟看。记者综合报道。
这几天中秋假期哦，佮有全国各地志工去到花莲的光复乡斗摒扫。昨晚马太安部落的族人就伫台铁的月台唱传统的歌谣来表示感谢甲祝福。伫台铁的月台听到温暖的歌声。 马太安部落的族人穿着传统服装，唱着传统的歌谣，感谢自各地来的志工来花莲斗3工。月台在等候的时候，身体是疲惫的，但是他们给我们的力量大过我们给他们，所以我们都很感动。 族人用歌声对这款志工献上上深的祝福甲感谢，有人感动甲目眶红，有人用手机记录这感动的时刻。最后中间是一条正长的路，怎么有着大家互相斗3工的力量？花莲光复袂孤单。他们无私的来去帮我们去做抢修救灾的动作。我们用我们的法达案以最高荣耀的答谢，来自四面八方的志工以及团队。 真侪所在一个全染土，而且愈来愈大，搜救工作也无停。消防人员继续伫热点屋搜寻也无找到的6个人。当然持续的会往下游，或者是甚至光复溪还有马鞍溪这边的方向，在持续做开挖。包含那些可能的难节点，像树林区、像消波块区。规排沙雕超人接力分工，努力要恢复贵阳路原本的模样。光复乡的东寨区佛祖街路边也有真侪染土落5枚，等你要清。 真正协调所总协调官桂典贤来现场了解。干道跟这一条路就是只能直走，那这边是北方嘛，这边整个模组街到底是1.8公里。对月台顶的歌声到贵阳路沙丘吐土的声音，是花莲人甲超人彼此加油的回应。马太安族人甲志工相约，光复乡恢复原貌的时阵，大家即刻来光复乡再见。记者综合报道。 光复乡明仔载特别开学上课咯，也毋过伫大前国小，阁有170个灾民住伫学校。前进协调所是表示讲，有规划分区的动线，尽量袂去互相干扰。上课的时候，买来管制志工袂当出入校园，一寡大型的机械会安排伫无共款的出入口来进出。 伫教室甲走廊来回消毒，进行最后清理。花莲的光复高中经过连日的摒扫，初步过一段路，这次都要复课迎接学生上课。现在清除的部分已经达到9%，那我希望今天可以把它完成，那明天可以正常的复课。但是他们活动的空间，包含篮球场、包含棒球场、足球场，目前已经受损，所以呢暂时没有办法开放。 学校表示，校园程度广的部分已经达到9成以上，并如期实体复课，也已经协调复原各小提供便当，解决营养午餐问题。也毋过，包括各中小学甲高中，都要复课人数至少300多人，其中几啊间各小目前也提供给灾民安置。在还没有完全测完的状态之下呢，目前我们的规划是，我们学校有一边就是有一个区域是可以比较独立的进出，好那。 受灾户可以从独立的路线进来。伫即摆大水，受损较轻的光复国小灾后收容受灾户，校长表示，伫灾民完全退离进前，会安排独立进出路线。也毋过伫大金国小后来安置的灾民更较侪，有170人，搁要安全营养。 至少是6间国小可以使用的教学空间全部都分出来，会以红龙或者其他可行的方式做整个动线的区隔。面对特别复学，前进协调所回应，以研究各种方式规划好分区动线，互学生甲灾民双方会当无受干扰。初次也有警力派驻伫小学外口，管制志工甲人员进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来关心天气哦，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气象署是表示讲，今仔日各地高温哦，拢伫36度左右，北部是热到38度。气象署嘛表示讲，明仔载东北季风开始增强，未来1礼拜各地温度会淡薄降低哦，这方面会落雨。另外，第22号的风台哈洛目前是伫日本南边的海面上，应该是袂直接影响到台湾。 中秋即天天气有够热，气象署表示各地上高温有可能来到38度。气象署也提醒过昼了后，各地拢有机会落雷降雨，尤其是嘉义以南到屏东地区，雨势较大，来到暗时就恢复好天。想要看过牛全台拢有机会。我们预估可能在西半部赏月指数都是比较好的，那东半部其实也还不错，那只是可能在东半部比较偏向在山区的地方，云量可能会稍微多一些些。
气象署也表示，小热的好天就要结束啊！拜二到拜五，东北风增强，北部和东半部拢会转做正方面，雨势较明显，高温也会下降。北部地区对拜二开始温度在-3至4度。台湾附近的东北风开始增强，那到时候在整个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会开始转成有一些比较零星或局部的短暂阵雨。而西半部地区大致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则是以中南部地区有一些午后雷阵雨。也那目前伫日本南平海面的风台哈龙风台，虽然强度一直咧增强，不过伊的角度向北平刷，离台湾愈来愈远，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花莲江河乡的民众志工也有一段好天的时间通摒扫，只是受到风台刮开环流的影响，台湾各地拢会有长影发生。气象署建议无代志千万唔通挖近海边啊！记者查选谢桂玲台北报道。今仔是中秋节，我们已经是连假的上尾日度，嘛真侪路段已经开始会塞车了。高速公路局是公布11个高速公路上后塞车的路段，提醒民众要爱注意。高公局是预告讲，今仔日全国的交通量会有113万车公里，上班的车哦轨道开始变侪咯，包括国道1号上班西里到埔盐的系统，国道5号上班宜兰到平南，还有国道10号西向林武到左营，计共是有11个较高塞车路段，所以嘛建议用路人会当来找替代的道路，驶过塞车的路段。这几天中秋连假拢是好天哦，真热热的天气。这里是有民众塞车去中华王宫海岸，却无注意到海潮，去掉伫伫载蚵仔的车道。海巡人员透过 AI 监控时发现，马上就甲业者去现场抢救。蚵仔车北区往前受困的车，6个海巡人员已经咧排兵。中华丰苑王宫海岸线中秋连假欠真侪游客，暗过有人无熟悉铁路，塞车受困伫福部蚵仔道。海巡人员透过环岛智慧型化解监控系统发现，马上展开救援。倒用者，个堵卡里面，插在顶啊。他另外那边有吗？有，那边嘛有。海巡署开4.8个规划环岛智慧型化解监控系统，有红外线一现象架，高清科技讲摄影机组应清晰离海岸3公里的真车船目标，并且进入1公里范围内目标外观，300公尺以内应变色细部资讯，亲像船顶人员动态检索。海巡中部分署第3安全队就是借这系统马上发现，请蚵仔车业者到场来拖，佮用人力来杀协助脱困。本所立即派遣人员前往现场处置，并协调当地友好客车业者，以客车拖带车辆方式及人力辅助推行，顺利协助车辆脱困开返岸际。科技巡逻是真成功，海巡也呼吁民众随7号进前了解各县市海域状况，或者是下载海洋资讯平台 App， 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几天常常拢有中国渔船违法进入咱国附近的海域。美国的战争研究所最近就指出讲，伫今年8月9月时哦，有真侪只中国渔船进入咱国专属经济区，佮发出假的自动识别系统 AIS 的信号，假做是其他的渔船、中国海巡船，佮有假做是罗西亚的军舰。咱国学者是认为，这中国是为着要测试咱国的反应，嘛在进行临时作战。这几年，中国的渔船接在侵扰台湾的周边海域。美国军事战略研究组织战争研究所最近指出，伫今年8、9月，有几若只中国渔船伫台湾专属经济区内底发出伪造的自动识别系统 AIS 信号，叫做是别只渔船、中国海巡船，也是罗西亚军舰。混淆台湾的电子情报的这个判断，测试我们的反应能力。那第二个就是刻意的要这个制造这个认知作战，可能就有一些民众会被误导，以为说俄国的军舰跑到台湾海峡。学者讲，中国的目的是要测试台湾的反应的能力，还有临时作战，像是中期常态化侵入台湾的 ADIZ。就是要消磨台湾的资源，减弱咱的警觉性，试探咱的回应程序。广播讲，最高几日有查到10只中机、6只中舰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另外，前处室处长谢立新最近真罕见请军方出席波兰华沙安全论坛，讲台后会当互相学习分享普适地带行动的经验。We've been dealing with China Gray Zone operation over years. There's a tremendous how we counter disinformation that we can share
not just benefit for us, but also benefit for the European nation. 公安受邀请参加会议的国安会主委徐书俭表示讲，若是台湾有代志，欧洲嘛有代志。伊强调，唔是爱欧洲国家介入，是希望欧洲协助台湾建立自我防卫的能力，共做飞航供应链，做伙投资和平，协助战争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左镇的山区道路，前几日有一台轿车弄死奥多拜的驾驶。初步调查讲，这台轿车驶越的时未负大档啊，去弄到奥多拜。也毋过有民众看到讲，这台轿车伫山路来来去去，佮下过双黄线，嘛有发生事故，警察是有来处理。无想到讲落尾佮弄死人。也毋过警方是强调讲，迄个驾驶无驾照，已经有开出罚单，嘛要求驾驶袂当佮继续驶车。执法敢有疏失，分局即马佮调查。黑色轿车伫山路来回驶，速度更加连骑脚踏车人都看袂落去，爱对方放慢速度。这台车经过治疗关节病台附近，技术无减速，伫路桥弯道失控撞到头前机车，技术被弄了分别送医死亡。黑色轿车是几台，并路边砍。我出去看到都弄落啦。啊人呢？啊人有两个人顶车来呀。轿车吊挂等于车路，初步掌握吊水驾驶虽然满18岁，毋过无驾照，被17岁少年也无照骑车。双方技术是朋友关系，毋过现场人发现轿车弄掉，技术进前其实已经甲一个骑脚踏车人受伤，警方到场处理，毋过这台车说是继续咧驶。我就看他那一台马三一直在那边冲来冲去，车友嘛说他们先被擦撞到，被那一台马三擦撞到，所以这时候照理说他就不能再给他们开走了。警方就积极处理问题，现场民众发现沿路赛车好亲像毋是共一人，无排除车顶真一人轮流赛车。员警获报后到场处理，业依规定自单举发无照驾驶及禁止行驶，业有本分局调查中，如有违反规定，将从严惩处。警方调监督监视器发现吊水车，疑似危险驾驶等情形，转后一台轿车、6台汽车，插到4男3女，牵涉本案。死亡车祸发生进前发生交通事故，环境深受疏失，已经介入调查。轿车驾驶涉嫌过失致死等罪嫌，由检察官指挥侦办，其他人无查到违规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喜马拉雅山区受到极端气候影响，伫西藏的信宝峰的东边因为暴风雪，有上千个爬山民众吊伫山顶，目前敢若救出350个人。另外，位伫喜马拉雅山区的尼泊尔，虽然刷3天拢落大水雨，嘛造成水崩山，嘛已经造成至少有47人不幸过往。大雪继续落伫喜马拉雅山山地，这条大雪为10月初4暗就开始落，造成海拔超过4900公尺的偏远地区通行受阻碍。喜马拉雅山位伫中国西藏自治区、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边界，信宝峰位伫西藏自治区内。即摆中国当家客运大批游客去爬山，暴风雪造成大约1000名登山客吊伫山顶。中国当局已经出动数百名救援人员，甲当地村民协助清除积雪，想要拍通进出落山。目前已经知影大约有350人脱困。救援队收到的获救信息显示，一寡部分因为积雪已经放弃，部分登山者出现低体温的症状，情况紧急。西藏旅游公司已经宣布为7号起暂停卖圣母峰风景区的门票。喜马拉雅山前摆天气也影响到尼泊尔。尼泊尔顶礼拜六遭遇大雨甲大水侵袭，连续3日引起的大水土石流甲山崩，已经造成数十人不幸罹难。首都加德满都伫大水退去了后，规片拢是落雨梅，民众也开始清理家园。भइहाल्यो त्यो पूर्व जानकारी भएको हुनाले हामीले केही सामानहरू सुरक्षित ठाउँमा राख्न सक्यौँ क्षति कम भयो अब तपाईँको अरू क्षति भनेको व्यवसाय गर्न मिलेन बाढ आइरहेको छ सबै मान्छेहरू सरेर उता सामानहरू यताउता राखिरहेको छ अब खानासाना पकाउन गएछ सबै दिक्कत छ अब के गर्ने अब尼泊尔官员表示，罹难者中有35人伫几啊件的山崩死亡，也有9个人予大水冲走失踪，另外3个人死伫累极。罹难人数可能进一步升悬，印度边境也有7个人因为大水雨罹难。尼泊尔气象单位警告，大水雨可能将会继续到初六，将继续发布相关级别的预警措施，将灾害降到上低。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
日本前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的党主席，有机会真做是日本头一个查某首相。也毋过面对少数执政挑战，恐惊嘛袂少。另外，针对对台政策，有学者是认为，虽然外界甲高市早苗看作是亲台派的议员，也毋过未来因若真做首相，立场态度敢会改变，这个真歹讲。日本便利商店门口报纸头版拢是自民党会选举的消息，将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当选，有希望加入日本第一位女首相刷落来发展真受关注。内政上包括伫少数执政的情况之下，安怎甲在野党合作，甲无加加权的影响对策。外交上首要关注的就是日美关系，尤其日本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伫10月27訪問日本，佮甲新任首相会面。外交のこともトランプさんとやり合うことはできるのかな。今米国との関係がやっぱり一番気にな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やっぱり関税問題、安倍さんの時代を引き継いでいくっていう保守派なんで、ある程度均衡を保ちながらですけども。とはいえ、やっぱり新しい日本というところでどう外交政策を取っていくかっていうのは期待したい。高市早苗行政会议继承前首相安倍晋三重视美日同盟，对中国强硬路线，即马传出伊考虑和安倍好朋友麻生太郎担任副东辉。单纯从麻生太郎的角色来看的话，理论上高市早苗应该是在外交安保政策方面会依循过去安倍晋三政权的路线，但是目前比较大的变数其实是川普的关税问题，要怎么样面对？那这一点就是要看高市早苗会启用哪一位政治人物来负责相关的重要职务。台日关系安怎发展？其实麻生太郎伫9月份甲日本院访问团见面时，就已經透露。10月4日にはその答えが出てくる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誰になっても日台関係をさらに強固に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には変わりが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有些政策就是只能够做，不能够明讲，没有公开的部分，台日方面可能会有更紧密的一个合作。公开的部分的话，可能就不见得会像之前高市早苗对台湾表现的那么友好。一向对台友好的高市早苗，若顺利正做首相，虽然近排嘅台湾日接活动，也毋过政治方面无变。透过台面卡交流，有望会当互台日关系更加坚定。公司国际记者是许和日本当家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佮继续要赶走非法移民哦，有真侪 FBI 人员配备哦，真多钱世界巡逻，有民众不满嘛上街头去抗议。另外，川普要派200个国民兵到波特兰市，市政府嘛真不满，去联邦地方法院提告。伫测试法官是批准临时的限制令，甲川普派的国民兵炸落来。示威将互催泪gaso喷到目睭，白白开，听甲大声叫。美国移民甲海关执行局的执法人员，除了挂红豆兵区，也坐装甲车去伊利诺州芝加哥民众不满联邦探管请作弊4月巡逻，所以发出不满的声音，也有人夹垃圾灰啊，抗议情势更加升悬。美国总统川普继续伫全国扫动，扩大遣返非法的移民，也毋过有联邦探员伫测试巡逻时，带上一名持有半自动武器的女驾驶。美国国土安全部讲，迄当时是互10台车包围冲撞，所以执法人员会正式出伫防卫。代志发生了后，川普下令派遣300名国民兵去芝加哥，表示要保护联邦官员甲相关设施，也毋过部分伊利诺州警察是早步枪也是镜甲军仔伫现场逮捕抗议文书。同一日，川普要向波特兰部署200名国民兵，也毋过遭到所属的奥勒冈州甲波特兰市政府告上联邦地方法院测试法官批准临时限制令，当到川普要派遣的国民兵。The irony here is we were condemned in 2020 for our approach towards the left, and now we're being condemned in 2025 for our approach to the right. So I would say we've landed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fairway. 联邦地方法院对限制令的期限会伫14日了，也就是18到期，也毋过可能会延延。川普政府已经提起上诉，有价伫29开庭。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
过来消息来看，军药水漂白伫肠仔的事件，佮继续在传烧。消息昨是公布，包括台北市正出名阿祖面线宁夏市场的林记臭豆腐，可能有去买到乌心的猪肠仔。目前大约是有2400公斤的猪肠仔已经弹掉了，也毋过阁有真侪猪肠仔，阁还未查到讲到底是卖去倒位。宁夏夜市观光协会是表示讲，会全力来配合抽验。屏东县的卫生局嘛讲会继续去传统市场来稽查。大封条这一包一包拢是台北市卫生局伫初市查封的猪肠仔。到初5为止，包括阿宗面线和林记麻辣臭豆腐，总共回收145公斤。针对食药署公布，宁夏市场姓陈的店头有买到1330公斤有问题的猪肠仔。宁夏夜市观光协会表示，因夜市用到猪肠仔的店头无够10间，而且拢是对昆南市场买，会配合调查。那至于是不是跟百货公司进货我们会要求他们内部提出证明。食药署公布，到初5为止，伫屏东作业场总共封存11664公斤，比价的大肠已经销对台北市、屏东县高雄市去，白小肠卖去桃园，总共2159公斤。桃园这边目前无出货，已经全部炸落来。高雄进货126公斤，自行消费90公斤，但是屏东180公斤已经全部卖出去啊。本局昨日立即针对市场、餐厅及通路启动扩大市售大肠产品稽查，均无查获不法情事，将持续针对相关通路加强查核检验，以维护消费者饮食安全。追查流向发现，屏东河城市一个姓区的店头家，对8月至9月期间，向百威公司买过4摆，总共大约180公斤的猪肠仔。不过，这个大肠已经卖予散户，可能留对一寡卤味摊，也是卖予消费者。屏东县卫生局表示，这2天代志发生了后，因有持续派人到传统市场追查，维护民众食的安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用工业用的滚药水来洗猪肠仔，实在是真恶心哦！这嘛是先查扣，再来会个爱去检验，看敢有重金属，还是讲有毒的化合物污染。有专家嘛指出讲，会发现这款食品安全的问题。这嘛显示讲，咱国内稽查的卡数无够，所以嘛呼吁卫生福利部就爱推动食安签证的制度。百威食品公司已经奉下令停工。不过，外界也是真关注食安的问题，因为这间公司涉嫌摕工业用的滚药水来加工猪肠仔，已经流入去市面，唔知已经有偌济去互民众食落巴肚底。那现场总共有7个双氧水的桶子，其中5桶是空桶。那针对这7桶的部分，已由检方全数查控，带回后续来做进一步的侦办。动物科的专家严宗海指出，若是食品级的滚药水，在严格规范之下，会当摕来处理部分的食品，不过将其买的产品袂当有任何的残留。因若工业用的滚药水是完全禁止摕来处理食品，所以光是查扣产品还佫无够，还佫要进一步来化验这批工业用的滚药水的成分，才会当真正理清对人体的败害。应该把这查获的工业级的双氧水送验，送实验室化验，说到底这不纯物包括哪一些，是哪一些化学物质，哪一些重金属，是不是有铅、有汞、有铬、有砷？变了一段时间，就会逼出食安的问题。台北市公共卫生学会认为讲，这显示卫生稽查体系卡手的问题。全国有登记的食品业者差不多47万间，餐厅差不多有16万间。不过，全国卫生稽查的卡手敢若差不多700个人，所以呼吁卫福部爱推动食安签证的制度，纳入食品技师甲公共卫生师。在稽核面的时候呢，没有做一个配套措施，叫做平常的突击检查的稽核。那签证制度如果落实的话，可以类似建筑师跟会计师一样。蔡炳谦希望评估试办计划可行性。食药署回应讲，目前已经有完整食安管理的机制，暂时无考虑增加食安签证的制度。未来会当评估规划公卫师来协助理清食品中毒伫咧流行病学的调查甲判断。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节时间烘肉，这嘛互猪肉介绍1公斤的大卖价哦，又搁起到上100块。饲猪协会是强调讲，最近哦，因为有真侪猪仔破病，所以死真侪。介绍是反映产量哦，因绝对无乌白化价。这开中秋，民众烘肉季节，肉品的需求量增加，猪肉的介绍嘛搁再起价。
事实上，50日期间，猪肉1公斤破100，后来因为大水雨地灾、猪仔肥约的因素，起到大约105。9月中，猪肉价回稳，涨到95块，即马阁起到将近100块。百元的猪价大概赚钱了3成吧，起一摆才低。你4-5就只去啊，只去个死，一本钱要8万块啊，啊，死个少会赚钱啊，百元正常啊。饲猪协会强调，因为猪仔囝的内耳边落屎即寡病痛影响，即使猪仔的育成率无好，100块的猪肉价其实合情合理，并毋是乌白化价。另外，亲像饲猪的本钱一直起，嘛影响到猪肉价。进口的原料比较昂贵的时候，那我们如果要拿本土的原料，或是我要取代哪一个原料，那我们在体外实验先做完以后，导诊就可以知道说，如果我这样子喂完以后，消化率又比较好，效果比较好，那我们就可以拿去替代原来的饲粮，这样可以把成本降下来。学者建议用换饲料这款科技化饲猪的方式来降低成本的做法，互猪农参考。若饲猪协会强调讲，病痛影响育成率的问题，一条猪农头壳摸的时候，希望产官学界会当做伙合作，找到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观光署调查，有8成的旅客若来台湾，拢会去西亚市；有9成的旅客是真爱买物件，因一日平均的消费大约是5500台票。中秋节连假，西门町人不了济，真侪拢是来台观光的旅客。因来到台湾享受多元的美食甲特殊的景点，未少旅客来过就一直想要过来。喜欢吧，这边人情很好咯，东西也很多，然后吃也很多。我有去过这里啊，我就喜欢这里。我的妈妈是台湾人，我爸是瑞士人。I like to see new cultures and I like to shop and I like to eat something different. 根据观光署最新调查，今年来台旅客平均停留6.98个暗暝，一日平均消费大约是5500块台票。美国籍旅客是达到7200块台票，来台旅客主要游览景点除了夜市，还有台北101、西门町甲高雄啊。在疫情之前大概西门町大概只有3成的那个国外观光客。疫情结束之后，尤其是这1年大概超过半数。看到西门町的人，一半都是国外的观光客，这个是相当的惊人的。另外，来台旅客上爱去的景点有日月潭、高粉仔、甲淡水。上爱去的夜市前3名分别是饶河街夜市、树林夜市、甲宁夏夜市。香港客跟澳门客比较多，他们的饮食比较像我们，所以他比较会吃一些内脏类的东西，尤其香港、澳门的小姐很喜欢吃鸭舌。除了夜市的美食，互人真怀念的调查也显示，来台旅客上爱活动超过9成会买物件，买名产特产，也是茶米。其次则是踅夜市，也会参观古迹，为各种灾民来感受台湾的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桃园航空城安置的主体有1400外户，也毋过新厝的工电阁使用接照是拖刷刷，互住户是真不满。桃园市的主体处就表示讲，目前已经有1405户的厝已经在准备要搁复验咯，按说明年1月就当全部来交厝。有议员嘛呼吁中央甲市政府，就要尽量来协助贷款有困难的民众。全新起好的大楼，桃园航空城安置主体有1411配售户，到9月底已经完成1405户初检，有安置户初检发现有地板积水等问题，等待复检。贷款的部分，因为进前厝内底人买厝用伊的名来贷款，伊无法度贷款，也只会当想办法去借钱。贷款的部分我是完全没有办法贷耶，仅有就是拆迁的补助的部分，然后把它拿出来，然后还有不足的部分就是跟其他人借钱。桃园航空城安置主体拢总有配售1411户，长宁区甲两北区各有807户甲604户。因为工电甲厝地使用者机场捌拖延，引起安置户的不满。议员呼吁市府加紧下步，上班伫农历过日之前完成点交定数，也希望中央甲市府尽速协助贷款困难的民众如期交厝。目前正在进行进场验收、缺失改善、复验以及交屋的工作。截至9月底为止，已经有约650户，大约占45%的验收户已经验收合格。
主题处表示，45趴住户互检通过，建立后一关交厝的定数，佮以每礼拜提升5趴目标继续推进。住户伫验厝过程中反映的欠点项目，基水电、土水、油漆、门窗美容甲清洁等，已经要求承包商限期改善，加派工班处理。佮伫确认改善了后，随通知住户复检，以明年1月全面交厝为目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中大道的樱花街口内有工作人员伫个全天9日的夜晚时刷好规定的虎头棒攻击，有5个人红顶着，有1个人过敏光加载送病去治疗是无啥要紧，所以农业局会甲这个棒手刷走。监视器翕到工作人员虎头棒攻击，为空地走到道路上。台中市卫生局环保局甲区公所人员在5早起10点半左右，伫大道区樱花街万兴宫一带进行天高地喷油作业时，无细里惊动一个胖手，胖棍拼出来攻击，有5个人红顶着，1个人出现过敏反应。另外一个同事就说，他觉得他背部里面好像有东西，他之后才把那个蜜蜂捞出来。台中市府表示，当地当因为天高节境外移入检验阳性通报，进行户外化学防治。受伤的人包括1名区公所、3名卫生所甲2名清洁队人员。因随后去附近大道消防分队求助，由救护车送医治疗。大概都是肢体啦，都有被风遮的一些的症状。那我们有询问他们有没有呼吸道的问题，因为我们比较怕是有过敏性休克的症状，但是目前都没，当时都没有。经紧急叫救护车送往同综合医院就医治疗，并施打抗过敏及消炎针后，人员已办理出院回家休养中。高车动综合病院表示，3名受伤的人到院拢意识清楚，多数是头手风顶着。经过检查治疗了后，陆续出院。抗地现场已经有封锁线，胖手后手会由农业局委托保风掠抓厂商刷走。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野生动物山丘野外族群数量是愈来愈多哦，即嘛已经毋是保育类的动物咯，也毋过定定传出讲因伫路林洪搞死。伫昨下半暝，伫南回公路大溪路段，有一只姜仔洪搞死。动物团体就呼吁讲，应该着爱惜野生动物出现的告示牌，来提醒用路人着爱注意。初5半暝，台九线南回公路大溪路段，车驶过速度是真紧。有一个倒伫附近的居民驶车要转去，发现路中央的分界线有倒一只动物，这个民众是带一条，落车一个看是姜仔，赶紧甲刷走，较袂阁有车通过去互惊到，甚至发生车祸。如果有对向来车，那就真的很危险。附近的居民讲，南回公路的姜仔去互弄到的事件已经毋是头一届，最近这几年日下甲暗时啊，拢捌发生过姜仔为山顶走落来，现在伫个车路去互车弄到。后面就是真困扰，尤其是暗时啊，佫较歹预防。动物团体呼吁相关单位，可能需要调查南回公路野生动物会出入的所在，采警告的标识，来预防野生动物去互车弄到，买当减少车为着要闪动物，无适宜发生车祸的事故。常常就现在动物都下来，猴子都在下来了。我们可以先设立相关的这个警告的标示让用路人呢能够在这个路段这减速慢行。专家建议，内部山区野生的姜仔数量袂少，为着要找食的，有当时因会行去甲车路，会当伫因会出入的所在设置路边的栅栏，降低姜仔若通过车路的时阵去互车弄到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中秋放烟火暗时10点过就袂当搁放，无就会收到3000块的罚单。网络嘛有人曝光伫合欢山武岭放烟火的画面，伫国家公园放烟火实在是真恶质咯，除了会收到罚单，那造成火烧山嘛爱负刑事的责任。花光四社烟火冲向天顶，互看到民众拢人气。因为民众放烟火的所在是伫合欢山武岭停车场，属于太鲁阁国家公园的范围内。跑去那边放烟，我是觉得太夸张一点了，没有注重生态问题。这种行为已经危及到游客的安全，同时也会造成生态的影响，那也有可能引起森林火灾。那这种不法的行为已经违反我国人法第13条。今年中秋3天连假，为少民众到合欢山去观光佚佗，不过也出现这放烟火这种行为，民众烦恼讲樱花山哪会火灾？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强调，最近违反规定，上悬会使罚3000块。
伫台南中秋节想要放烟火嘛，要看时间，超过暗时10点才用发。市府选伫黄金海花甲关系平台遮开放烟火所在加强稽查。是外地的人来黄金海岸，他们可能没有想说这附近都有住家，所以会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当地民众讲，真侪外来游客半暝放烟火，影响民众生活作息，也制造真侪垃圾甲噪音。市府强调，中秋连假前一暗到假期结束迄暗拢有乱稽查，民众千万爱注意。今日到7时暗时已经看到129件，各发10件违规。记者综合报道。旧历8月15是中秋哦，嘛是土地公的圣诞。有做事的人哦，拢会伫即日来做土地公拐，求丰收，嘛来特色土地公的标笔。中华溪州哦，有民间团体办土地公拐的体验，那么做伙来看卖。大家认真咧凹金纸，然后甲凹好的金纸甲香压伫咧中央破开的竹架内底，再佮用帘布固定，土地公拐就做好咯。旧历8月15除了是中秋，嘛是土地公的圣诞。有做田人会伫即日做土地公拐插入田的，意思是互土地公咧顺田水的时有拐仔通吐。我做3个土地公拐，真趣味。安尼看啦，捌创安尼啦，啊无创西啦，咱俩是5个做啦。过去农村社会为着祈求丰收，特赦土地公的庇佑，做事人会做土地公拐来祭拜。有的地区是伫中秋拜，嘛有伫5日祭拜。为着互民众熟悉英国的农村文化，中华溪州有民间团体办体验活动，除了做土地公拐，嘛有水牛的是农生命课程。拢个有足细汉的囡仔吼，捌体验着即款迄个农村生活，啊是讲来遮吼，因体验看卖咧。啊无嘛，唔知影讲啥物是啥物叫饲牛，啥物是牛屎，个捌看过。伫咧现在社会，饲牛即件代志愈来愈少，所以阮就开始办遮个活动，互人加熟悉诶水牛较早伫咧农村的即个文化内底有啥物款的角色。主办单位表示，较早农民做事靠水牛犁田是农村重要的劳动力，因为2017年开始，伫地方甚至去台湾各地的学校推动水牛生命课程。今年头摆伫中秋结合做土地公拐的活动，希望互民众认捌过去的田庄文化，也当了解农民尊敬天地、感恩惜福的精神。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南投县哦是茶米的产地，县政府逐当拢会办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来推出茶米产业。今年哦，阁有台湾传统的做茶甲泡茶体验。拄好今年的国庆烟火是办伫南投，所以嘛望讲甲在地产业销解予游客。把它拨入。甲茶米放伫电焙炉面顶，用工具慢慢甲焙，互茶米焙火程度会当较平均。这是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当中的焙茶体验，用安全的电焙炉来代替火炭，互游客体验感受茶汤的澎湃、色水甲滋味的变化。好玩，这个是今天去那个烘焙的。在台湾那个茶叶的种类很多，家己 DIY， 家己焙火，焙火了后就感觉迄个茶香拢出来，有迄个焙香。台湾茶文化推广协会表示，南投县鹿谷乡的当丁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民国65年，鹿谷乡农会开始办茶比赛，互一茶农开始研究焙茶的工课。这个体验除了传统焙茶甲泡茶以外，嘛用入玫瑰花、万寿菊、这花草，希望以创意的茶汤，互少年人嘛会当介意台湾茶。传统的就是伊的炭火，适当的炭火去焙茶，啊，到适当的时间，搭焙出来，香味，就是独一的，这个冻顶乌龙茶。今年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除了互民众认捌甲体验茶产业文化，另外嘛有亲像青人擂茶、青人手揖茶饮这大型活动，登记一直到10月10日。南投县府也希望结合双十烟火伫南投，邀请民众去南投支持啉茶，暗时看烟火。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新竹市逐当拢会办国际风吹节，今年是伫中秋连假来举行。也毋过，今年规定讲赛车游客着爱停伫规定的停车场，才个坐交通车去新竹渔港。都有店家讲，今年的游客减少真侪哦，因的生意是比旧年的风吹节落7、8成。古锥风吹飞伫天顶，内面有石具、太空人、机器人各种造型，互新竹渔港的天顶十花五色。不过今年因为新竹市府交通规划，要求民众敢若会当坐计程车，也是骑机车来，互今年新竹国际风吹节游客比演过减真济，包附近店家生意受到白折影响。有影响。
影响1半以上。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可以让车子进来，或是开放一些停车场，让那个游客可以进来，我相信应该会带动不一样的人潮。不方便啊，因为就很近的停车场啊，对啊，再不开放。又要去找别的地方。今年因为这个交通管制，还有相关配套措施规划不当，那导致周边的店家、餐厅生意冷淡，甚至一天不到1桌的这个客人。市府解说，因为过去风吹节附近交通都会大乱，今年才会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今日开放奥多麦甲计程车进入。市府也提供免钱巴士，加上游客出入。目前渔港里面有3个停车场 ，P1 停车场我们是提供给有身障手册的民众，还有我们的工程车辆、工作车辆。那另外第2停车场，因为我们按照去年的经验来看，进港的摩托车数蛮多的，所以我们今年第2停车场改成全部交由摩托车这边来做一个停驶。店家指出，虽然今年交通状况确实好足济，不过贸生理减1半以上，望市府未来会当恢复开放民众停车，再看停车状况，调整交通措施，才袂影响到游客来佚佗的意愿。记者刘君豪，新潮报道。来看这个动画电影最近真清，7月开始放映的《鬼灭之刃》的电影票房是创真侪纪录。有一出讲韩国流行音乐动画 K-pop 男模女团，目前是 Netflix 收看的纪录。动画产业的全球市场规模是愈来愈大，按算讲到2025年底就会超过4600万亿美金。日本漫画大师藤本秋的作品所改编的剧场版电影《全寿漫》累计片9月公映了，打败《鬼灭之刃》无限城片第1章的10连霸票房冠军地位。虽然头1礼拜看戏的人甲票房依然是无法度突破《鬼灭》的纪录，不过《全寿漫》漫画展现的气势，显示日本漫画在稳的霸主地位。日本的漫画产业这几年的成长规模不止啊强。根据数据，日本伫2023年漫画营收创下3.3兆日票历史新高，海外营收嘛头一摆超过国内市场。国际 OTT 影音平台改写影视内容产业的经营甲行销术，互日本的漫画产业真成功拍到全球市场。Netflix、Disney 这款业者积极投资原创漫画甲版权授权，提升日本漫画的国际影响力。无论是漫画也是正人版，还有全球各地的漫画店甲 cosplay 大会的加压，拢展现日本漫画伫全球市场的人气。俳優さんたちのキャラクターとか作品へのリスペクトもすごい感じられて、全然なんかそんなに私は違和感なくすごく楽しめました。実写化でもなんか小田先生の小田っちのことだからもう成功するんだろうなとはすごいめちゃくちゃ期待して。结合奇幻、韩流甲音乐元素的漫画片 K-pop 男模女团是索尼制作 Netflix 发行的原创作品。6月就线到9月10日，就创下超过2.9亿次的观看纪录，这是 Netflix 有史以来观看次数上悬的影片。But that's what makes the sing-along so great. We hear a ton of bad singing, and I don't know why. I love it so much. 全球娱乐漫画产业的市场继续在成长。根据国际漫画公司卡苏拉的统计，2025年底的全球漫画产业规模会来到4620亿美金，2034年预计成长到8950亿。北美地区到今依然是上大的漫画市场，占比是3%。不过明年开始，亚洲地区会甲并价，年成长率会来到8%。公司新闻张秀芬编译。来看澳洲校园哦，为着要互一寡无够继续读册学生，搁转来读册，当地是推出行动教室的计划，安排甲一寡生活相关的课程，要来请学生囡仔搁转来，咱做伙来了解。学生经营这台教室，固定家己管理餐车，学习设计菜单、研究市场，也搁伫咧卖餐点时阵甲人客互动。澳洲维多利亚州的吉朗市，一项结合饮食甲课业的行动教育，为可能的无读书的学生提供读写、算小加生活技能的课程。学生伫家己车间灶卡内面料理饮料、点心，若是学到技术，也加真有自信。 I've learned how to make coffees was one thing that I do. My people skill, I interact with people, so my people skills have improved.
但女儿就因为自闭症，伫传统学校内面压力真大，甚至无想要去读书。不过用这种更加另外的学习方式，伊即马加真有自信，高中也即要毕业啊。It was an internal struggle and it was also an external struggle. Like, because I wanted to learn and I still want to learn, and I just couldn't. Attendance rose. We saw student confidence in themselves and their sense of self-worth also improve. 维多利亚州政府捌伫咧教育调查报告内面讲，学校应该采取更加多元弹性的方式，连接学习甲实务技能，互无读书的学生搁转来学校。学者甲教育团体也呼吁，爱扩大资源分配。将这种计划推送到更加侪地区，避免弱势学生因为学业中断进入恶性循环。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狗仔是咱人上好的朋友哦。最近，有科学家发现讲，狗仔是比咱上的更较巧，更较听有咱讲的话，甚至哦也当按照用途甲佚佗物仔分类。甲狗仔耍咧拼花球的游戏。或者是校领队甲物件卖放，这动作对狗来讲是轻轻松松代志。不过，上学里罗兰大学研究员傅家查发现，狗学习能力毋那是安尼。伊透过视讯，甲世界各地来狗仔甲主人进行一项趣味实验。首先，伊互主人甲狗仔分别熟悉诱甲摕物件这两项动作，即一堆佚佗物内底加入新的佚佗物甩去挑战来啊。And the next is going to be a fetch. Get a fetch toy. Go. Okay. Yes, good job. All right, perfect. 研究发现，就算伫耍新的佚佗物时阵，无分类的指令狗会记会牢。为内底配对模式，佮推断一个分类应该适用其中一个新的佚佗物，然后根据这推理去选择正确佚佗物。参加实验的这7只狗仔被要求诱或者是提转来佚佗物时阵，正确率比随机较悬，显示因应依照用途，毋是外观来进行分类。In this study, we wanted to test whether gifted word learner dogs can extend verbal labels, that is, the names of objects, to items that share the same function, even if they do not look similar, even if their physical appearance is not similar.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uman children learn relatively late in their development. 这研究证实，毋是针对毋是语言物种内底，也有甲位数相关的分类能力。研究人员相信其他种类也有这种特质，打算扩大实验规模，互更较侪狗仔来参加。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下晡8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